大家好，我係教育心理學家譚元佩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家長可以點樣支援有數學障礙嘅小朋友。我哋收集咗家長最常見嘅問題，而家逐一為大家解答。我小朋友最近被診斷有數學障礙，即係咩嚟㗎？佢以後啲數學係咪真係冇得救㗎啦？數學障礙係一種特殊學習困難，有數學障礙嘅小朋友智力正常，同同齡嘅同學仔有相若嘅學習機會，不過喺理解數字同數學概念方面就特別困難。呢個困難好可能會持續到成年，但係絕對唔代表小朋友學唔到數學，只係佢哋需要多啲時間、多啲重複練習，同埋要用好具體、按部就班嘅方法去學。當發現小朋友有數學障礙，家長好自然會覺得擔心、失望、難過，甚至有啲自責，呢啲都係人之常情。退一步諗，其實評估嘅結果都係想幫我哋更加清楚小朋友嘅強項同需要，等我哋可以提供更有針對性嘅支援，幫佢學得更好。家長可以當佢好似近視要戴眼鏡咁，只要有啱嘅支援，加上發揮小朋友嘅強項，好多有數學障礙嘅人都會揾到自己嘅應對方法，大個之後一樣可以好出色。歡迎密切留意香港大學心理學系認知發展研究所嘅網頁，我哋會同大家分享更多實用嘅學習資源。今日講到呢度先，拜拜。